哎，文哥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心灵受创到了？冇啊，我头追啊！不要进来，要出声啊！有看到100%吗？对呀，娱乐100%。哎，100%，我第一次来呢。SOS 哦，徐氏姐妹，礼拜六、礼拜日爱黑马 Q 哦。对，我每次都看，有看吗？你们都在里面搞笑。搞笑。对呀，哇，然后每次看你们玩这一些，哎呀，好像在游乐园哦。哎，拍摄，有看到吗？有啊，哎，这个是迪诺哦，荡秋千的哦。用慢讲吗？公公哎，哎，公公，哎，公公哎，秋千，哇，尖公公就是荡秋千，尖公公啊，哈。尖呐，就是这样荡，哇，就是尖呐，一直尖呐，就一直荡，一直荡。对，有闯去公园了吗？啊，公园哦，有闯去了吗？我常去啊。哦，我細妹係嘛？帶細妹去公園了係嘛？我很久沒有了。好，玩馬嘅東西，撩馬嘅東西，有撩馬係嗎？有馬。有嘛？有嗎？有嗎？嗯，有咬過嗎？哦，你有快樂了嗎？有嗎？你現在有不對呀？你現在有很像太大的人的，像變態。太嗎？哎呀，有啊，公園一朵流浪狗。哎呦，很流浪狗啊！流浪狗對不對？對呀，哎，你這邊不是也有那個狗 A 的這個玩偶還是什麼的嗎？有，哎，看一下有嗎？沒有啊，冇嘞。哎，有電話，換布景。天發啊，有呢。這個天發真的可以打嗎？這隨堂點名的時候用的天發。真的哦。天發，還有跟着黑馬個東西。哎呦，哦，手機耶，手機呀，手機，還有這個郵筒、信箱，因為郵筒跟信箱要這個分開。好，分開。郵筒、信箱叫心痛，對不對？很像我們這個心痛啊。所以你看，來你們這個100%還可以邊學一些客家的，還可以邊玩。你看，對，來公園撩一用。所以啊，後哈嘎發，我們到公園玩，才能夠玩得又安心又健康又好玩哦，對不對？哎，你又自己做 ending 就好了嘛。哎呀，你又開始沉醉了。嗯，好，陶醉一下。那你慢慢陶醉哈。那我玩別的。尖公公的。尖公公的，搖買，心痛，天發，屬雞的，流浪狗。